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5篇，民数记第8章5到22节，提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今仔日的主题是性别。咱每一摆讲到敬拜上帝，咱拢会引用到出来记摩西的律法，会去讲到性别，或者是讲分别为做性，还是讲性格。过去若是咱时常提到分别做性，总是互人感觉这种讲法真法利赛啦吼。但是性别其实是圣经的教导，也是上帝的要求。可能咱有无共款的意见甲看法，但是自从武汉肺炎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人，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拢总会通明白什么叫做性别，什么叫做分别做性，也是讲性格的迄个意义啦吼。也是讲迄个重要性。隔离挂喙暗较接洗手咧，用酒精来消毒，或者是咱讲即个保持距离吼，保持即个距离对疫情开始了后，真侪人我会记得真侪朋友咧分享。等于伫厝里了吼，规身躯的衫吼都脱了，马上洗身躯吼，才会入去伫厝里内底安尼吼。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咧讲的性别的意思啦吼。要入去上帝的家，咱的家内，咱必须爱做即个工作。如果甲武汉肺炎一个疫情迄个对象改做是上帝，咱是毋是阁会安尼来做呢？好那亲像有一寡困难的感觉吼。民数记第8章第6节到第7节，摩西的律法安尼讲着，你着爱将利未人甲其他的人来分开，用下面的方法来洁净因，用洁净的水液伫因的身躯，叫因全身躯拢剃刮清气。将衫洗好清气，安尼因伫礼仪顶悬就算清气啊。即种的洁净的礼，上帝透过摩西交代以色列人、利未人以及阿伦甲因的子孙的要求，就是爱先洁净家己、性别家己，才会当去敬拜上帝，才会通献祭。咱搁对13节的经文来看，13、14、15吼，你着爱将利未人当作特别的礼物献互我，这就是分别啦吼，并且爱叫阿伦甲伊的囝来管理因。你爱安尼甲利未人甲其余的以色列人分开，互因归属伫我。你甲利未人洁净并奉献以后，因就通伫圣幕内底来工作。所以这就是入去伫上帝的家的一个真基本的要求。虽然对经文看起来，这是针对利未人、阿伦的后裔来讲的吼，但是用现代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咱无搁需要祭司为着咱献祭，所以咱家己献祭，也就是讲，咱爱用一个性格洁净的心的性命来甲上帝建立关系。现代基督徒吼，敬拜上帝以及服侍上帝，咱的基督徒对咱来讲，咱需要即种的生活吼。保罗写互提多的劝勉讲到服侍上帝的基本要求这是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性别。保罗提到着担任教会长老、教会的监督，还是讲教会领袖、上帝管家即种的要求。伊的性命必须爱是性别的，袂通甲这个世界共款因为咱是归属上帝。提多代替保罗留伫这个克里
力。伫遐培训教会的同工以及遮的服侍者。所以保罗来交代提多讲，我将你留伫克里特，目的是要爱你处理遐个还未办完的事，并且伫逐城设立长老。我捌吩咐过，当长老的必须爱无通辞职的人，伊就会通一个某，伊的儿女嘛应该是信徒。无有放荡、无受管教的事，伊既然做教会的领袖，做上帝的管家，就应该是无通辞职的。伊必须爱无武慢，无受气，无好酒，无爱甲人相搭，无贪财，爱欢喜接待人。欢喜做好事，尊敬自重，爱正直，爱圣洁，爱约束家己。伊必须爱坚守迄个可靠符合教义的教示，安尼伊就会通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同时伊会当纠正遐反对的人的错误。这是咱咧讲的性别就是讲。袂当甲这些世俗共款，用个真理来性别家己，正做服侍上帝的人。伫教会服侍者必须爱性别咱家己，清气咱家己，特别是伫生活顶悬，爱有一个性别的生活，才会通服侍上帝。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人若无用性别的性命来亲近伊，就袂会被上帝来接纳，特别是咱咧讲的心啦若无性别来洁净的，更较毋是上帝所喜爱。特别咱讲诚实的话啦，等等遮的相款，咱伫面对即届台湾的疫情，这中间咱会当看出来，遐会袂晓得保护家己，特别咱看见即届的疫情拢集中伫迄特种行业，因当然是无滴喙暗啦当然也无安尼时时咧洗手啦，无保持社交的距离，遮的人不止因尔遮的人真紧咱就看到武汉肺炎的病毒，即个英国的变种的病毒伫即个攻击的下面，就一个破病，咱会看到每日的确诊的人数就增加，所以咱会当知学习过一个性别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5篇，民数记第8章5到22节，提多书第1章第1到第9节。今天的主题要分享的是圣别。我们每一次谈到敬拜上帝，我们总是要引用到出埃及记摩西的律法。谈到圣别，或是说分别为圣，或是说洁净。过去如果我们太常提到分别为圣，总是让人家觉得好像很法利赛的感觉但是圣别其实是圣经的教导，也是上帝的要求自从武汉肺炎之后，就是武汉肺炎开始全世界肆虐之后，全世界的人，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明白了圣别这一件事情，分别为圣或是这个圣洁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戴口罩要勤洗手要隔离要有酒精消毒还有这个保持距离等等的我们就看到说这样的
疫情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圣别的工作，或是说那种态度哈。疫情开始之初，常常听人家分享说，他们一回家就脱下全身的衣服啦，然后马上洗澡啊，才进入家里面。那我们基督徒的家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基督徒的家就是上帝的家。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家，就是要圣别，就好像疫情的时候，我们要进入我们家，就弄得非常干净啊。如果把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的对象改为上帝的话，我们是不是还会如此做呢？感觉上好像有一点困难了哈。民数记第8章第6节到第7节，摩西的律法这样说道：你要把利未人跟其余的以色列人分开，用下面的方法来洁净他们，用洁净的水洒在他们身上，叫他们把全身剃刮干净，把衣服洗涤干净，这样他们在礼仪上就算洁净了。上帝透过摩西交代以色列人、交代利未人以及亚伦的以及他的后代要求他们要先洁净自己，才能敬拜上帝，才能献祭。继续我们再看13节以后的经文，你要把利未人当作特别的礼物献给我，就是要分别为圣了哈，并且要叫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管理他们。你要这样把利未人和其余的以色列人分开，再一次分别为圣，使他们归属我归属。我们礼拜天的信息有提到，你把利未人洁净并奉献以后，他们就可以在圣幕里来工作，来服侍上帝虽然这个是针对利未人、针对亚伦还有亚伦的后裔来说的，但以现代基督徒而言，他们不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不再需要这个祭司为我们来献祭。那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今天这句话就是在对我们说的。凡是我们要跟上帝呢建立良好的关系，要敬拜上帝，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样子要洁净我们自己，要圣别我们的生活，然后才能服侍上帝。保罗在给提多的书信里面呢，他提醒到服侍上帝的基本要求，从不同的角度看圣别。保罗提到担任这个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监督、教会的领袖或是上帝的管家的一个要求，他的生命必须是圣别的。提多代替保罗留在克里特，培训教会的同工以及服侍者。保罗呢交代提多说，我把你留在克里特，目的是要你处理那些还没有办完的事物，当然就是培训设立教会的制度同工，并且在各城设立长老。我曾经吩咐过当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的人，他只能有一个妻子，他的儿女都应该是信徒，没有放荡或不受管教的事。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做上帝的管家，就应该无可指责的。他必须不傲慢，不暴躁，不酗酒，不好斗，不贪财，要乐意接待人，喜欢做好事，庄敬自重，要正直圣洁，管束自己。他必须坚守那可靠、符合教义的教训，这样他就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同时纠正那些反对的人的错误。在教会的服侍者，其实就是必须要圣别自己我们从外面工作回去就会先洗澡，那我们会不会先圣别我们的生活呢？
这个圣别的生活才能让我们能够服侍上帝哈，就是说心里面说话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人若不以圣别的生活来就亲近他的话，就不会被接纳，特别是心呢没有圣别洁净的时候，就不是上帝所喜爱接纳的。相同的，在面对台湾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些不懂得保护自己，特别我们知道这次的疫情集中在所谓的特种行业区，他们当然不戴口罩啦，没有勤洗手啦，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啊，这些人们不止他们还有其实周遭的人很快的这个武汉病毒的英国变异种就这样子攻击，然后他们就生病了。让看到确诊人数一直在攀升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圣别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面对疫情或是在服侍上帝的事情上面，我们更是要过一个圣别的生活。